为了要解决东部地区的交通，立法院国民党团提出国道6号做到花莲，也有环岛高铁这两案。环保团体表示，讲这两案对花东的生态冲击是真大，可能会造成塞车，也有粪扫的问题。花东的交通建设敢会有重大的发展？南洋立委党团15日议会提出国道6号通到花莲，甲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修正草案，最后拢顺利通过一套复位审查。不能只是因为做一条高铁就期待它会繁荣，而是我们有没有已经准备好预备繁荣的事情，平衡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便捷不管是各方面多元的发展。民众对交通发展心内是又搁欢喜又搁惊，惊交通若拍通，死到一大阵的观光客来到，当地敢记载条。花莲县政府表示，虽然提案通过，但过环评甲预算，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一个可能是在预算，又或者可能在环评过程里面就卡着了，所以会很希望这一次可能提案到后来中央来支持这件事情能顺利的来通过。国道6号东延花莲是按南投埔里到花莲，路程大约90公里，不过经费初估至少需要8000亿，等于1公里造价89亿。那环岛高铁的提案是现有的高铁西部干线，加上高铁规划延伸屏东甲宜兰站。最后才研究增加花莲甲屏东，成做环岛高铁。不过这两个方案唔但经费多，工期嘛长，还有地质、地理甲生态考验。交通设施太方便的话，好的东西全部都会出来，会靠空；不好的东西，垃圾全部都进去了。考虑到你新建的成本，跟你能够从这个建设里面得到的票收到底是多少？不是说不能够补贴，那你的经济效益要够大。专家讲，无论是国道6号东延花莲，还是环岛高铁，拢要细心评估起造的成本甲经济效益，敢算会好。尤其国内人口高龄化严重，未来使用的次数敢救会起来，嘛要纳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